马先生，昨个电话是你敲我的哦？无唔对，因为我表嫂破病啊，真急，我不得已才来找你的。王太太伊究竟是安怎？哎呦，无希望啊啦！活一天哦，算一天啦啊！啊，不过哦，每一个人心内拢安尼想的，嘛袂当放弃希望啊。对，你的想法无唔对。对抑个活着的人来讲，求一个心安，卡免以后总是会感觉到遗憾。董事长讲了对。是毋是有啥物困难？无啦。安尼好啦，我交代一下，甲王太太转来台南的病院，安排一间特定的病房，一切费用由我来负担。是，我代表阮表嫂，甲董事长说多谢啦。哦，对啦，王太太身躯边还佫有一个囡仔是无？对，有一个大汉查某囝叫秀秀。哦，秀秀假使若无人来照顾，嘛会当住来阮兜。无，伊爱照顾因妈妈啦，可能爱开一寡钱，譬如讲来回车钱，还佫有食饭啊。秀秀伊还佫细汉，恐惊照顾袂周到啦，我会请特别护士来甲照顾。小吴呀，叫老李的另外派一台车送马先生转去布袋。是，免麻烦啦，我徛后倒摆来啦，足方便的啦。哦，既然是安尼，马先生敢佫有啥物代志？假使讲阮表嫂若过身去，伊嘛足善的。到时阵丧事若无法度办，到时阵阮会出面啦，以彬彬的名义，甲因妈妈办理后事。是。根据我知影吼，阮表嫂伫咧台北迄栋厝哦，为着阮表兄的代志哦，出去啊，到即马哦，还袂熟倒转来呢。哦，我毋捌听过王太太讲过这件代志。董事长，你是想讲我骗你是毋？马先生，话毋是安尼讲。当初王太太讲过，伊甲彬彬互我无任何的条件，所有该照顾伊的，阮拢想到啊。我迄个表嫂哦，是一个爱面子的人啦。有一寡问题哦，准讲伊想到，伊嘛歹势开嘴啦。比如讲哦，台北迄栋厝啊，价值80万啦，敢若拗互人15万，死啊！这是毋是食亏啊？董事长啊，假使讲你肯借伊15万，伊会当甲赎倒转来，80万甲卖出去，搁害你15万，甚至讲搁加上利息，你嘛袂食亏啊！而且哦，你嘛甲帮忙真济啊！伊的一切问题哦，就会当解决啦。董事长啊，假使讲你若唔相信哦，你会当甲我行一逝。马先生，这点仔钱对我来讲无啥，我是要甲代志查清楚。你呢，敲过电话给我，搁遮尔远走过来，即马我知影你有困难，无问题，我开15万给你。你放心啦，董事长。我一定叫阮表嫂摕来害你啦！小吴，去银行摕15万的现金交马先生。免，我家己来领啦。好，安尼歹势呢？袂啦，我来叫了你哦，我这是歹势咧。来这。有灵，彬彬，你乖乖佚佗，莫吵哦，莫互爸爸生气啊。有灵。你叫我？我要去看橄榄球比赛。我还无欢喜的，伊希望你将橄榄球放袂记的。前2届我去看比赛，是安那伊无讲话？毋是伊无讲话，是我问我爸，伊毋知影。你是安那要问伊？这有啥物大代志？放完，对你来讲，这是小可代志，也毋过对我来讲是一件大代志。我是恁兜的新妇。大家大官甲你交互我，也毋过，因阁有足侪规定，互我定下半手。因不准你食薰，不准你啉烧酒，
嘛不准你晚困，更加不准你讲干那球的代志，无聊。因认为安尼先做是对的，免得引起你想起干那球比赛的代志，心情无法度平静落来。因的话，我本应无听。你是我的翁婿，你的兴趣，我阁无愿意拍你的冷水。答应你唔对，无答应你嘛唔对。我安尼生，唔是做尤为难。爸爸，爸爸，你想要创啥？放管，不准开门！爸爸，爸爸，就以即马这个情形来讲好啊。万不离，互爸妈听到冰冰在外口叫你，你不爱插伊。伊要怪的人唔是你，是我。伊一定会去一个面手问我，你伫房间内，为啥要甲伊开门，互冰冰入去？你叫我是安怎回答伊？爸爸，爸爸，爸爸，放管，我了解你的心情，也毋过你嘛爱替我小想一下，我真为难。你感觉真为难心？你走啊！你敢若要用这句话来应我？好啊，假使讲你想要做一个好新妇，你开门互冰冰入来。也毋过，我嘛想要做一个好家后啊。做袂到，因为你无一个健康的翁婿，你就无法度做一个好家后。你一世人嘛无法度替叶家生一个囡仔。爸爸，爸爸，冰冰啊，乖吼，莫吵爸爸妈妈，吼乖，家己佚佗啊。冰冰，唱歌互爸爸听好不好？好，我来唱爸爸歌。好。哥哥，爸爸真伟大，你去到我家，为国去打仗，打赢下哈哈，走吧走吧，哥哥爸爸要有一天花。只要我长大，只要我长大。喂，哦，玉玲啊，王太太可能破病了真严重。咁真是，伊讲咱去报道时阵，伊人毋是阁好好。不管伊是真是假，你去报地甲看卖咧，替冰冰尽一份心意。好，好，你看卖，为着一个冰冰，连米也无用这，连米也无用迄。我要唱给妈妈听。世上只有妈妈好，有妈的孩子像个宝。世上只有妈妈好，有妈的孩子像个宝。秀秀，你敢有听到冰冰在唱歌？妈，迄是你在想冰冰。听你阿公讲，叶家的阿公来找过咱。叶家对你兄弟姊妹每一年见面一届的代志足支持的。特别讲啊，咱厝内人会用去看冰冰。妈，我感觉叶家虽然真有钱，也毋过人就讲道理的。秀秀，嗯，妈想要叫你去叶家一撮。我去哦。惊啥？以后袂什么代志都问妈妈。你是大姊，王家的代志你就爱担起来。甲恁表姐的代志，甲叶家讲，较免引起有人骗。妈，定定甲叶家的人联络，较免日子久啊。冰冰就毋捌你这个大姊啊。将
思念轻轻放，将思念轻轻放，温暖的阳光满心房。星星一眨眼，人间数十寒暑，转眼。请问你要找啥啊？我是冰冰的阿姊，我妈叫我来看冰冰。哦，冰冰，冰冰，你莫同我吵嘛，我咧听音乐。迄是我的布娃娃。冰冰，你有遐侪新的佚佗物啊？佮会记阿姊送你的布红啊？好啊。阿姊，阿姊，冰冰，冰冰，来，带阿妈去坐车，来，来，乖吼，哎呦，哎，妙玲啊，我带冰冰去外口耍，你家休息，好好开讲。嗯。秀秀，你妈敢有转去台南心理病院？为啥要转心理病院？你妈敢毋是破病啊？是啊，去报地小病院注射，摕药仔就转去啊。恁台北的厝，毋是摕去抵押15万？无啊，阮台北根本就无厝。你是毋是有一个表姐叫马小龙？
我哪会拢拄到这款代志？王太太，秀秀已经甲我讲了这清楚啊，你唔通艰苦。阮开10几万，会用熟悉一个人，安尼嘛袂歹呀。像马小玲这款人，这个社会还阁是真多啊。我就是惊甲恁增加麻烦，所以才想到叫秀秀走一转，较免恁受骗。结果也是万一脚步。你好好养身体啦，莫甲这件代志藏在心肝内。袂用的，秀秀，去拖内底，甲妈寄件铺仔摕出来，去邮局领15万，互叶太太早倒转去。哦，秀秀，王太太，安尼是袂用的啦。遐个钱毋是你摕，你即摆搁来破病，嘛需要用钱。搁再讲，我今日来的目的是要来看你的。假使我甲钱撒转去，阮爸爸妈妈因会骂我的。也毋过我心肝内感觉足不安的。这甲你无关系，王太太，你千万毋通想伤多哦。时间无早，阮妈等你用车，安尼我先来走，你好好休困。多谢，秀秀，秀秀，妈，送阿姨出去。唔免客气啊，车就伫外口。秀秀，你好好照顾你妈妈，我要来去啊，再见。妈，我感觉叶家人拢袂歹呢。你有看到彬彬无？秋霞，秋霞，外面有2位人客，讲是对台北来的啦。这娘是毋是来接秀秀的啊？牛老先生，牛老太太，请坐。这个前几天我本来准备甲秀秀留伫个台北，因为我身体无爽快，伊就陪我转来啊。阮接到秀秀的批，知影你破病啊。囡仔真捌代志，批写了真好，我看了差一点仔哭出来。牛阿公，牛阿妈。请啉茶。秀秀啊，阿嬷毋是无介意你哦。阿嬷有一个毛病，人拢有毛病啊。我的毛病就是吼，逐工伫咧门骹口等阮囝来批啦。等到批来吼，我又搁倒伫咧眠床顶看批啦。莫讲甲人客拢放袂记啊。有当时吼，连调查户口的警察拢捌等过我40分钟。好啊，这无代表权威，这是人的修养好啦。咱莫搁讲啊，咱王太太看煞，紧来赶火车啊！牛阿公，袂用的啦，暗顿我已经煮好啊呢。秀秀啊，阿嬷袂甲你客气啦，阿嬷只是一心想要较早带你转去台北。秀秀的妈妈破病啊，免哪会当离开啦。对吼，王太太啊，你搁需要啥？多谢，阮厝内啥物拢有。恁这撮来的意思，我了解。秀秀是一个非常有主见的囡仔。等我身体较好，我会搁再甲伊参详。无要紧，无要紧，先甲身体调好。妈咪啊，咱会当来走啊吼。好啊。是的，害恁这撮路遮尔远走来，也无甲恁交代啊。莫客气啦，阮拢真凊彩啦。爸。你替我送人去。好，这样。好。免送。秀秀，无得卡，你是对的。为你下晡甲我讲，彬彬对你已经较生分啊，互我体会到，甲囡仔送互别人，若是我走啊，
将来我甲恁爸爸的梦境一定会冷冷清清。日子若是久，恁连爸爸妈妈拢会放袂去。袂，妈，我已经15岁啊，我会逐年拢带弟弟妹妹去看你，袂互恁感觉寂寞的。喂，有阿伯，喂，啊你是人啊？我是弯弯。哦，婉婉啊，你有啥物代志啊？大哥阿姐有伫咧无？大哥阿姐去拍戏啊啦。你甲伊讲，我定定一个人伫咧厝的，才想伊的。好啦，我会叫伊去看你啦。多谢，再见。好，再见。喂，请问一下，赵哥哥有伫咧无？你是啥人啊？我是弯弯。哦，婉婉哦，我是倒的啦，搬布地戏互你看迄个倒的啊。哦，我知影，小行连根好，行路一定好。嘿，对啦，后盖来吼，我再搬互你看吼。好啊，赵哥哥咧？伊哦，伊敢若去南部，还未转来呢。哦，好，再见。婉婉，啊，你要去倒啊？出去佚佗。婉婉，你是要去倒佚佗？免你管。哎呀，愈来愈无乖啊！祈祷的人儿啊，许一个全新的愿望。星星一眨眼，看见数十寒霜。喂，找啥人啊？哦，爱车哦，要去倒位？苗栗哦，几点？早起7点哦。好啦，这我知影啦。我的意思是讲哦，早起较凉无毋对啦。也毋过等车若装好哦，都8点啊呢。车伫咧1点钟以内吼，是驶袂出台北市的啦。哎呦，你莫大声啦！我的意思是讲，啥？早起5点半就要装车哦。哎呦，伤早啦！我的意思是讲哦。我看哦，规气哦，该伫咧早起9点啦，好无？好9点啦吼，好。坐啊。谢谢哦。人拢已经挂电话啊。哎呦，这是要讲互头家娘听的啦。要若无伊会讲哦，无礼貌，生理哦拢走了了啊啦。嘿，恁头家娘咧？伫楼顶算小啦。对，我真无聊的，你把布地戏互我看好无？真嘛哦，好啊。免个，我有代志要出去呢。你哪安尼？人拢已经走来啊。来，安尼好无？我带你来去阮师傅遐啦。啊，恁师傅会晓搬布地戏啊？哎呦，伊毋是搬布袋戏的啦，伊是咧卖牛肉面的啦。婉婉啊，敢好食啊？好食。头家啊，你看迄个倒的，交袂着女朋友吼，所以才去找一个细汉的女朋友来，请伊食迄个唔免钱的牛肉面，真正是袂见笑。你讲我哦？你咧，莫讲查某朋友啦，你就是去找一个吼，像婉婉这种年纪的小男朋友吼，你就找无哦。你等呢？另讲吼，我带一个比我更较水的男朋友来互你看。那安尼哦，一定是一个老仔啦。你要死啊？我就好好活伫咧吃，你若讲我要死啊？头家，你看啦，伊又搁咧气我啦。好啊啦，恁两个人见面就当啦，去做代志，
哦，倒位啊？啊？弯弯，伊的爸爸是啥？哦吼，弯弯哦，伊无爸爸啦。对，你哪讲我无爸爸？我的爸爸是马来西亚华侨，伊常常转来。阮兜伫咧台湾有真侪工厂，所以我才甲阮妈妈住喺如意大楼。无啥对哦。我听阮少爷讲哦，恁兜真善车，恁爸爸已经死啊。弯弯，你是毋是姓王？我是猪。王明嘛有一个查某囝叫做弯弯，假说真正是伊的查某囝，伊无可能穿甲遐尔啊水啊。反正我认唔对啊。可呀，食饭未？食个啊，入来坐啦。好好好，来食坐。可呀，弯弯到底的。哦，又搁出去啊啦，还未看伊转来呢。哦，可呀，食饭啦。哦，我有啊。弯弯是不是定定出去啊？伊哦，逐工拢出去啦。一个人也是迄周小姐带出去的。一个人的时阵较多。啊，转来的时阵呢？伊哦，阿妈棍顶头一挂锁匙，有够方便的啦。社会新形态哦。啊？什么新形态？工业社会，大家无闲，老爸无闲，老母无闲，拍一副啊锁匙吼，就挂伫囡仔的颔棍啊，摕几些仔钱互因。若是枵吼，就买物件食；喙焦吼，就买汽水啉啦。若忝，家己走转去房间困啦。这就叫做吼钥匙儿童啦。对，我这栋大楼哦，就有几落个呢。你囡仔若无甲管教，好啊，无代志吼，就坐伫咧这租书店内面去看红仔珠啦。光线歹，空气嘛无好，目睭哪有可能无近视啦？食无好，啉无好，身体免有可能会好啦。所以讲吼，迄街仔路满是街，拢是小儿科的病医啊。可呀，弯弯吼是我抱大汉的啦。我甲弯弯伊的老爸吼，就敢若亲兄弟共款啦，就敢若差一项，伊姓王，我姓李，就因为这种的关系吼，我对弯弯啊有一分白啊假的感情啦。柯先生啊，我希望你甲斗相共这件代志，以后对弯弯吼小甲照顾咧，好无？哇，嘿，管理员是一个头路，我吼对什么人拢照顾。迄袂用的呀！算起来，咱两个是好兄弟呢。你应该对弯弯哦特别的照顾啊！哎呦，伊拢唔听我的啦。伊会听啦，只要我甲讲吼，伊一定会听的啦。因为伫个感情上吼，伊无法度袂记我这大箍阿姐啦。大块阿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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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讨厌，走去倒位去啊？有诶啊，你有看到弯弯无？无咧。好啊，我先来走。老李啊，泡茶来啉好无？免啦啦，我来看弯弯转来也袂啦。找无大块阿姐是要安怎？我先倒来去哦。若知影讲弯弯去酒外拿因兜吼，会亲像一个孤儿，我就应该甲留落来啊！我唔对啦，我有影唔对啦，真正唔对，大唔对啦！
你是啥？哪会在阮家？你叫做弯弯对无？你哪知我叫弯弯？有一天暗时我打电话来，是毋是你接的啊？哦，你是我将来的爸爸。什么啊？你是周阿姨的后婿。哎，对，来，坐啦。弯弯啊，我有甲你炸七头米啊、甲衫裤、甲好食的物件，拢放伫你的房间啊。多谢你。阿姨咧？阿姨讲伊去洗头啊。洗头爱遮久哦。伊讲爱买菜。这个时阵买啥物菜啊？天拢要暗啊咧。伊去超级市场买明仔载要食的，还佫有别项物件。是安怎无带你去啊？阿姨要带我去，是我家己无爱去的。迄嘛应该爱转来啊。伊知影你要转来，伊要慢慢经你介意食的物件。这就奇怪啊咧。有啥物好奇怪？人阿姨也无去拍牌啊。真是的啊！你笑啥？啊，我来接。喂，哦，请你等一下。这是我朋友打电话给我，请你去房间。喂，阿姨，将来爸爸来啊，来真久啊。我甲伊讲，你去超级市场，还佫有洗头，无讲你去拍牌哦，你知无？你要随转来哦。好，我陪你开讲，等你转来。再见。你大拄仔有偷听我讲话哦？无啊，你讲话遮尔细声，我要来听会到。将思念轻轻放，将思念轻轻放，温暖的阳光满心房。你小弟小妹内底，完完上几认真。妈，因拢过了真好，你何必犯遐烦恼？你身体无爽快，还是倒落来休困啊？倒的嘛艰苦，只要胃袂疼，我是倒袂掉的。就阿因兜无伫到真适合弯弯，较顺话配配去，人无一定介意配配啊。妈当初为几十张被内底，一张一张看，一张一张选，然后一间一间去拜访。什么款的人，想要伫什么款的囡仔，人生上适合倒一间。我常常细细想足久。干那我无介意让阿公因兜。秀秀，大人比恁看较远，除了娘家，无更加适合你的啊。为啥我还缀两位老大人？少年的翁仔某无耐心。佩佩爸爸妈妈拢真好啊，因一点仔都无老。妈，你大汉啊！你有你的气质，有你的思想，你需要培养。等你搁较大汉，主读者啊，讲话就会无共款。到迄个时阵，你就会发觉，你甲佩佩爸爸妈妈迄种人，无话通好讲。你甲娘阿公，啥物拢会当讨论。人是大学教授，到老你拢甲人学袂了。妈，我即摆发觉你足忝的，你的边拢是为着烦恼阮的代志才忝出来。我做过人的查某囝，嘛做过人的妈妈。做查某囝的时阵，就讲家己啥物拢捌，因为妈妈的观念过时，思想落伍。
等家己做妈妈了后，才发觉家己啥物拢唔捌，想要学阮妈妈迄一套，也阁无一定学会来。我即马精神较好，愿意甲我的安排讲互你听。你想看卖敢有道理？环境对一个人来讲是最重要的。咱一个一个讲，先讲婉婉。够忝的啦。哎娜，你来算家咧抢我8万？牌无拍完啊，我讲赢钱，哪会好意思徛徛就走啦？你哦，家己爱拍牌，还佫找一大堆理由。阿姨，我无讲你拍牌哦。讲嘛无要紧啊，非得是应酬啊。阿姨是应酬。乖，去洗身躯休困啊。阿姨晚安。晚安。晚安。婉婉啊，你敢知影月娘是对倒一边出来？当兵啊。哎，你当时若看到月娘对西边出来吼，恁阿姨都袂拍牌啊？无可能啊。就是讲咩？你嘛甲我留一单面子。婉婉，去洗身躯休困啊。你真高嘛，甲婉婉敢若袂歹哈？已经够水啦。你介意？介意？当然嘛介意啊！哎娜，你以后吼上好较莫拍牌，加较照顾一点啊，将来好好甲栽培啦。栽培爱开钱呢，人偌悬，钱就要贴偌悬。哎娜，你放心啦，对我来讲吼，栽培囡仔重要，钱并无重要啊。哎呦，钱足重要嘅，咱哦会用嘅俭俭啊用，因为咱无读啥物册啊，只晓饲鸭尔。咱总袂用互培培将来嘛搁饲鸭。恁拢陪酒，讲无用的话。我讲的唔是无用的话，咱哦，互培培哦加读一寡册，册若读册吼，就用个嫁好翁啊。像你，初中检读我1年，你才会嫁予我。假使你是大学毕业的，安尼你敢会嫁予我？我已经嫁予你啊，你还讲嘛个？你无读高中啦，也无读大学啦，也若无，你一定哦会嫁予迄个路国卖地米的头家囝啦。韩讲，5百年前的事情，我还记得。我当然记得，恁两个哦，定定去底下拿哭孙仔啦，啊哭几宝，才哭2支呢。恁两个哦，要走去溪头耍，错唔错啊？唔卖乱讲，本培培听到冲嘛个，过俩阵我当风流。嘿，培培谈唔死。我问你啊。今仔日你买菜买偌济啊？你敢有记销啊？我很无良心哦，怎买2包人的肉，我还要记死，记嘛个屁啊！咱饲鸭哦，迄钱足歹赚的呢。即马唔是咱两个尔哦，还佫有培培啊。阿妹来。你叫我嘛个啊？阿妹。阿妹哎，培培很贵哦，嘛个事啊？唔可能，你挂买啦！
记要记死呢。38块，2肉45块，白菜29个5角，菜头12块，咸菜6块，笋仔41块，味素35块，啊有姜10块，葱仔免钱，总共216块5角。啊哦，错！祈祷的人儿啊，属于一个全新的愿望。大姐，你穿这种衫，是不是要去做 model 啊？讨厌，这是游泳穿的，这打买来，我先试看卖，想叫你偷看。大姐，你是不是要去咱工厂后壁迄个湖收水啊？念头，我是要哪想？爱去游泳池，或者是海水浴场。我嘛要去。袂用的啦，我要去台北，好好社团活动，是团体的。我唔管，我要带恁去台北。赵哥哥，你是不是要带阮大姐去收水？对啊，我嘛要去。我是等去台北才要收水的呢。对啊，就是台北，我才要去啊。拜托你好无？后周我若过来，我带你高雄西亚湾去收水，高雄比台北搁较爽哦。我无爱，我要你即马就带我去。我知影你咧想康想胖啦，你想要等去台北看你妈妈对无？你这个小弟，伊嘛要对。东东，你袂用去，休热你要结束啊，你就爱去上课，哪会当搁去台北咧？我要去！袂用的！啊，大姐，我求你好无，带我去台北啦！求嘛无路用，袂用的就是袂用的。行。东东，你紧办啦！你若唔互我去，我就唔叫你大姐啊！我叫我嘛无法度。我婚礼！东东！妈！啊？你哪还袂走哈？哎呀，东东伊就硬死了，硬要带人去啦！啊，迄要哪会用的啊？哎，学校要开学啊呢？对啊，我就甲讲啊，也毋过伊……哎呀，你莫插伊嘛！也毋过我拄则买互上车，伊照上去就走去呀。哎呀，你放心啊去啦，伊袂走伤远啦。老的啊，东东的个性才倔强，万一……哎呀，啊伊的性地吼，我了解甲伊清理错，你放心啦，伊袂安怎啦。你是安怎撩我近看？连你都要欺负我哦！水牛，我讲的话你敢听有啊？我叫做皮东东，唔对，我无姓皮，我姓王，我是互姓皮的人领养的。阮爸爸后车弄死啊！
阮妈妈身体嘛无好，无法度饲阮5个兄妹啊。我本来死嘛唔肯来美容的，也毋过受着妈妈的身体，搁爱替阮付生活费、学费，搁爱替阮买衫、买佚佗物啊，伊一定会真操劳。安尼，伊的身体一定会搁较歹。所以我只好硬去紧改来啊。水牛，我老实甲你讲，我真无介意美容，我真讨厌美容，我讨厌，你知影无？水牛，你听有我的话是无？多谢你，水牛，我有足侪话要甲你讲。甲你讲，我是一个有孝的好囡仔，所以我才会听妈妈的话来美容。你知影无？我来美容，逐工暗时拢秘伫个被内底哭规礼拜，连目睭拢哭甲肿起来。我足想妈妈，我足想要回去妈妈的身躯边。水牛，我讲的话，你敢要信？我真正是一个好囡仔，我挑工做真侪歹代志，互陪爸爸、陪妈妈、甲陪阿姊讨厌我，互伊无介意我，然后甲我送转去妈妈的身躯边。妈。若是我搁逃走去，或者是陪爸爸因讨厌我，甲我送转去，你一定会真伤心。妈，东东足想你，不过搁惊你伤心。妈，我应该要安怎做？我应该要安怎做？东东，东东，东东，妈，东东搁转来醒。我头拄伫房间内听衫，洋洋听到东东的叫声，叫甲足凄惨的。那是因为你想去听伊，想去想伊啊，所以才有这款错觉。毋是，我听甲足清楚，一点仔拢毋是错觉。这无底骹都是人讲的母子连心的感应。东东一定出代志啊！妈，再见！阿姊、婉婉、彬彬、佩佩。再见！妈，我真想你，就阿姨把我骂得真厉害。寂寞的晚上，海风作伴，心飘向远方，一人的模样。想飞到他身旁，乘着风的翅膀，心情像空洞的月亮。黎明的天
心的愿望，将思念轻轻放，将思念轻轻放。